迎收睇彩虹貓貓。今集我哋去咗天水圍 Tea Time 北館嘅空中花園，呢個係第一個以濕地為主題嘅戶外遊樂園。首先跑下步熱熱身，1、2、3、2、1 ，Go！ 仲未到朝早10點半，已經好熱啦。呢度有一啲嘅遊樂設施，係用濕地動物嚟改名嘅。等我介紹下啦。呢個係蝶舞秋千，呢隻蝴蝶係香港常見嘅品種嚟嘅。跟住落嚟有靈貓轉轉樂，佢俾太陽曬得好熱啊，好似一塊燒肉鐵板咁啊，坐都坐唔到啊。呢個蝙蝠旋風塔唔高，冇難度。呢個好似跳飛機咁，叫跳跳彈塗魚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耶！然後我哋嚟到飄飄歷險塔，係黑臉琵鷺啊！佢喺每年嘅12月至3月都會喺香港出現。咁我哋上去最高睇下。快咯！快唔快啊？你咁快？跟住嚟到紅耳鵯嘅樹屋，佢係香港常見嘅城市雀鳥。除咗落飛仲有一條紅色嘅滑梯，玩埋先。係安全嘅獨立彈床啊！仲有蟹仔彈彈球，非常 easy 嘅平衡木，歡迎自帶滑板車、平衡車或者單車嚟玩。今集分享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分享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。記得 follow 同 like 我嘅 IG 啊！拜拜，下次見。